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陸叔馬訊。陸叔馬訊係一個專門分享六環彩心水嘅 channel，而陸叔嘅宗旨就係小賭可以怡情，大賭未必一定可以變到李嘉誠。所以點解陸叔會玩六環彩呢？就係當六合彩咁買嘅。大家可能會覺得哇，俾咁多隻馬，梗係啦。唔係喎，我哋係買2蚊一注嘅咋。所以咧，係幾百蚊嘅一個成本咧，去博取一個可能有機會嘣一聲就有呢個超大槓桿效果嘅六寶或者係六環彩。咁而陸叔自己咧都會喺六環彩場次裏邊啦，另外又再投注一啲孖寶啊、三寶啊咁樣，咁就希望咧憑住自己嘅一啲少少嘅經驗啦，就為大家揀選一啲取勝機會比較大嘅馬匹俾大家參考嘅。咁我哋睇翻咧上一次賽馬日嘅心水俾出嚟嘅時候咧，雖然中唔到六環彩，咁但係真係爭啲，因為斷嗰2場咧就係第7、第8場都係跑第3嘅，咁所以咧其實都唔係話真係爭得好遠啦。咁另外你話中唔到六環彩，咁但係都好彩有個4 win 4 pay，陸叔自己都中咗2條孖寶，咁叫做補翻條數啦。喺上一個賽馬日嘅第4場賽事咧，我哋俾出嚟嘅係4同12，咁結果咧就係跑12、2、4。第5場咧，我哋俾出嚟嘅係2、5，咁最終咧5號就跑 win 嘅。咁第6場咧，我哋俾出嚟嘅係2、3、7，咁結果咧就係跑3、7、4。而第7場咧就係我哋斷嘅第1場啦，我哋俾出嚟嘅係1、4、10。但係最終咧1號係跑第3，哎呀，點嗌都嗌唔到佢上嚟，唔夠力啊！第8場咧，我哋俾嘅係4同8，咁但係咧，隻8號又係跑第3，本身咧都諗住好有機會噶啦，咁點知又係嗌極都，第9場咧，我哋俾出嚟嘅係1、4、7，咁最終咧隻7係跑咗 win 嘅。1咧就影相輸第4，因為第2、3、4名係同時間衝線嘅，咁即係輸條鼻毛，咁爭少少就入圍噶啦。但係過去已成定局，懷緬過去常陶醉，一半樂事，一半都係流淚嘅。所以我哋嘅重點要擺喺沙田星期日嘅賽事，睇下陸叔有咩心水先。好啦，呢個位快啲 cap 圖啦。呢一個咧就係陸叔提供嘅六環彩心水馬匹啦，排名不分先後，全部都係陸叔覺得有望爭勝嘅馬嚟嘅，大家可以獨立買孖寶又或者三寶作為另外嘅投注。祝大家星期日旗開得勝，贏到開行，加油！